根據參加座談會嘅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引述喬曉陽喺會面中就行政長官普選提出3個堅定不移，包括2017年必定有普選產生嘅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必須係愛國愛港人士，同中央對抗嘅人必定唔能夠升任行政長官。選舉嘅辦法係按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決定進行。至於愛國愛港嘅定義，唔係寫入法律，意義在於喺民眾心中有一把尺自行量度。喬曉陽有解釋，提名委員會係一個機構，正因為用一個機構嚟提名，先至有民主程序嘅問題，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嚟達至民主程序嘅共識。至於特區政府幾時啟動政改諮詢，佢認為即使時間遲一啲，都可以後發先至，完全有時間落實2017普選行政長官。喬曉陽又強調，香港回歸以嚟，中央一直以最大嘅政治包容對待反對派，當佢哋放棄逢中央必反嘅立場，並以實際行動證明唔損害國家同埋香港嘅利益，當選行政長官大門仲係打開嘅。香港民事記者廖靜文報道。